一個小故事。曾經有過一個咁樣嘅電視節目，內容係描述一對新婚夫婦，佢哋去咗一個沙漠嗰度度蜜月，中途好唔好彩遇到流沙，佢丈夫身陷其中，而個妻子喺一旁用盡各種方式都冇辦法救到佢丈夫。佢丈夫越係掙扎，下沉嘅速度越快，慢慢咁由對腳、膝頭哥、腰一步步咁吞噬，直到淹沒咗喺流沙裏面。事後有科學家去分析研究，發現身陷流沙並非完全冇辦法脫離嘅，只需要上半身向前傾臥，改變重心，雙腳自然會浮出沙穴，再慢慢咁反覆移動，身陷沙裏面係可以掙脫嘅。真實嘅流沙係咁，生命中嘅流沙唔係都係咁咩？喺經濟困頓、失業率高漲嘅時候，好多人都會失去生活嘅重心，唔識得點樣放鬆心情，一再怨天尤人，甚至憤世嫉俗，就好似跌咗入深淵咁，走入胡同揾唔到出口，亦都好似掉落咗流沙咁，越陷越深，最後會演變成好多令人惋惜嘅悲劇。其實工作又或者所有其他問題都唔係生活嘅全部，要學習改變生活嘅重心先至係重點。唔好用放大鏡去睇嘢，冷靜咁思考，或者你會發現象牙塔外嘅景色係五彩繽紛，等住識得嘅人去欣賞。呢句嘢成日都聽，好似好老土，但係事實。山窮水盡而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只係我哋有時冇留意到啫。